靈土100第6個10天，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。第60天，信服聖靈的新秩序。哥林多前書14章26至40節。弟兄們，那麼你們該怎麼做呢？你們聚會的時候，各人或有詩歌，或有教導，或有啟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出來，凡事都應當造就人。若有說方言的，只可有2個人，至多3個人，且要輪流着說，也要有1個人翻出來。若沒有人翻，就當在會中閉口，只對自己和神說就是了。至於作先知講道的，只可有2個人或是3個人，其餘的人當慎思明辨。假如旁邊坐着的得了啟示，那先說話的就當閉口不言，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地作先知講道，使眾人都可以學習，使眾人都得勸勉。先知的靈是順服先知的，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，而是叫人和諧的神。在聖徒的眾教會中，若有人自以為是先知或是屬靈的，就應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不理會的，你們也不必理會他。所以我的弟兄們，你們要切慕作先知講道的恩賜，不要禁止說方言。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着次序行。讓我哋一齊禱告。神啊，幫助我哋慎思明辨，使我哋凡事都造就人。聖靈啊，你賜予新嘅能力，亦帶來新嘅創造。感謝主，先知嘅靈係順服先知嘅。主，你唔係叫人混亂，卻係叫人和諧嘅神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我要順服喺聖靈裏嘅新秩序。當我渴求各樣恩賜嘅時候，我亦渴望凡事都規規矩矩地按着次序而行。阿門。聖靈帶領我進入美善，聖靈使我得以完全，聖靈帶領我進入美善，聖靈使我得以完全，聖靈帶領我進入美善，聖靈使我得以完全，聖靈帶領我進入美善，聖靈使我得以完全。